看到现在是我新团队好，但是他这样冲到了篮筐下，好，这个6号是卡特还不败。现在还是要哈密别搞，扔到了地上，看看他的队友能不能及时接应。好，双方这个对抗的比较激烈，这个杨呢迟迟没有被捡起来。好，裁判吹哨，应该是有个犯规。这个中国新疆兵团76团的3号丹尼尔·江布拉提落马，应该是被其他人撞到了。裁判应该是出示了黄牌，做了一次黄牌警告。4号76团的4号阿依恒主罚，拿到了杨，快速的冲向了篮筐，但是已经有一名防守队员在等待，看看他能不能有机会呢？好，冲向外围，迂回一下，拉开空间。哎，投篮，但是没有成功。继续争抢，可以看到这次比赛这个双方对抗的非常激烈，寸步不让啊，捡杨这个难度非常大。4号仍然是4号阿依恒捡起了杨，躲开了几名防守队员，再次迂回。一个急转转身，甩开了一名防守队员，2个、3个连续过人，冲向了篮筐下面。哎，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啊，在扔给他的队友6号的时候，杨掉到了地上。这会儿咱们中国新疆兵团76团代表队的队员们都非常拼啊，因为已经落后1分。陷入了焦灼啊！双方有6名队员抓着杨，在使劲的抢。好，看看能不能拽下来。已经到了边线。哎，被中国塔县代表队的5号，哎，
好，刚才5号的马氏前蹄啊，骑手从马上掉了下来。好，画面里边可以看到这个中国新疆健士兵团5号苏鲁拜沙提别克到场外去休整一下。好，刚才我们也已经给大家介绍过，这一场比赛的胜出者将在下一场跟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对决，来决出进入到半决赛的。好，现在可以看到，应该是由中国新疆兵团76团6号卡德尔哈伊夫来发起组织进攻。他们换了1号哈米提别克。好，哈米提别克捡起了羊，开始组织进攻。我们看一看，在篮筐周围他们有没有机会。哎，一个急传，喂，很遗憾啊，非常好的一次机会。可以看到画面上啊，双方队员抢得非常激烈，对抗的很强烈啊。这个去捡羊、弯腰捡羊的机会都非常少。好，可以看到羊已经捡起来了。2号新疆兵团76团的2号李代尔。哎，羊已经被中国塔县代表队的4号杜丽伊拉瓦尔拿到以后，快速的冲向了篮筐，然后交给了三号伊丽江。3号投篮，哎，撞到了篮筐边缘，掉下来了。新疆兵团76团的5号捡到了羊以后，交给了1号。现在仍然在1号手上，哈米提别克在组织反击。防守队员拼抢的非常激烈，羊扔到了地上，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队友支援。5号又拿起了羊。5号苏鲁拜沙提别克在中场迂回，重新组织进攻。好，急转闪开了1名，交给了1号哈米提别克，仍然是哈米提别克。看看他有没有机会，有3名防守队员。哎，有点犯规啊！裁判吹哨。好，裁判给中国塔县代表队的队员出示了黄牌，刚才可能是在防守的过程中，这个动作过于大了。
1号哈米特别克主罚，捡起了羊，冲向了篮筐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中国塔县队的3号啊和4号包围起来了。现在羊掉到地上，双方拼抢得非常激烈，寸步不让。5号苏鲁拜捡起了羊，投篮，哎呀！塔县队的7号乌布西阿卜杜利达拿到了羊，交给了2号，2号开始快马加鞭，准备摆脱防守队员，但是4号阿依恒拽住了羊，双方在努力拼抢，已经到了边线，哎，没有出界啊。好，哎，裁判判罚的是出界。现在由中国塔县代表队的2号马如普埃尔肯发起进攻，组织进攻。2号。好，一个急停急转，摆脱了2、3名防守队员，冲向了篮筐。哎，有队友的掩护，看，很好的机会，但是防守队员6号卡德尔哈伊普拜已经追上来了，现在杨又掉到了地上，由4号阿依恒捡起来，开始反击，但是他旁边有这个乌布西紧紧的跟随。在争抢，阿依恒绕了一个大圈，准备摆脱对方的纠缠，但是双方交织在一块儿，出界，好，出了边界。